大家好啊！火炭星海堤岸分行嘅 Angel，今日會帶大家去到火炭星海堤岸睇一個實用面積462尺、間隔係2房嘅優質筍盤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一座，實用面積462尺，間隔係2房，單位附設開放式廚房。間隔方正，第一間睡房可擺放單人床同衣櫃。洗手間係用浴缸嘅，設有浴室寶。主人房設有露台，可擺放雙人床同衣櫃。由於呢個單位係位於高層，景觀亦都相對開揚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，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